在书写音标的时候，除了声母、韵母要正确之外，声调符号也要正确。有时候我们虽然会说，也会分辨声调，但是仍然会写错。举例来说，大家现在看到黑板上的字，要怎么读呢？筹散，筹散。如果你按照我刚刚读的声调记录下来，应该是像黑板这样。不过课语认证的时候，如果你这样写的话，会被当成错误的答案哦。原因是音标书写时规定是要写本调。我们在说话的时候，一般会有变调的情形，可是在音标书写的时候，一定要标注本调，不能标变调，这是要非常注意的。要怎么知道一个字的本调呢？单念那个字，或是一个词汇的最后一个字，就可以知道了。例如，筹、棒筹，前面介绍了客语标音里面大概会碰到的一些问题。接下来我们开始详细介绍客语的声、韵、调。因为国语和客家语的语音毕竟还是不太一样，有些字没办法用国语的注音符号标出音来，像信冠的信，因为最后面是合口音所以客语的拼音要用罗马字来写，不能用注音符号哦。下面会出现声母、韵母的注音符号，主要是提供一种对照，方便大家学习用，不是必要的。假如你会了，就不要去管它。